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伫中部真出名的直宝天王王三郎，讲半暝啊有5个人，趁伊直宝拄啊结束，炸球棍啊冲入去伊的直宝的仓库，甲王三郎甲2个工作人员拍着伤，嘛甲产品拢陷害。警方依车来捉人，甲嫌犯全部逮捕归案。因讲，因为这个王三郎的物件卖了伤贵咯，啊，佮不满伊咧直播的时阵开口真臭屁，才想要甲架死。也毋过真拄好，这个王三郎伫咧东港，才收到镜头家寄来的尊敬信函，要来处理掉小商商票的问题，是毋是甲这有关联？警方爱个追查。5位歹徒，大家手提一支麦达行入去仓库，一看到工作人员，啥物拢无讲，开始黑白讲，直直用麦达一路讲到上内底的办公区域，毋但甲商品讲烂，甚至阁拍工作人员。仓库内底真侪物件，包括电风，拢落伫涂骹。这是直宝主王三郎严选伫新北市泸州的仓库。伫今日半暝1点外，雄雄有5位查甫人摕麦达撞入去伊的仓库。他知道我们下坡之后，伊应该是单过来关刚中下班，迎接进来。对啊，是要恐吓我嘛？那因为我的工厂是这样子进来，如果拿枪嘞，他那棒球棍一直往人身上砸，你是要出马好戏啊？混乱当中，毋但王三郎，阁有2位工作人员拢互拍着伤，粗估财损至少有1万块。警接到通报了后，以车掠人，找到动手的5位少年查甫人，因讲是要王三郎的产品，感觉价小伤贵，阁不满王三郎直播的口气真臭屁，才要互伊一个假释。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那我也想了解他到底跟我消费了多少产品。不过王三郎想到家己敢有甲人结冤仇，伊嘛讲到半年前才和前公司拆股上北创业，多代志发生无偌久，就收到前公司的尊敬信函，要处理肖像权和商标问题。敢讲就是这个原因才互讲掉，前公司嘛随开直播来赔回。到底是谁去砸他们的店？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导自演的？一定要查清楚。范闲到案之后呢，公辞避重就轻，警方目前不予采信。到底是同行竞争，又是单纯的消费纠纷？警方阁要深入调查清楚。不过用这种方式保护动手的人，家己嘛爱付出代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